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晴晴，歡迎你哋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集就會帶大家去韓國首爾旅行，當中會為大家介紹喺香港國際機場必打卡嘅鋪頭，同埋位於明洞嘅高質酒店推介。今次就會搭機場快線去香港國際機場，由香港站出發，大概半個鐘就會到機場㗎喇。適逢聖誕節，一嚟到機場已經充滿咗聖誕氣氛。大家 check in 咗之後，就可以去離港嗰一層行街。晴晴都喺度為大家介紹幾間鋪頭。首先就嚟到香港迪士尼嘅專門店，一入到嚟呢度就好似去咗迪士尼一樣，有超多米奇、米妮、Lina Bell、Stella Lou 等等嘅卡通人物公仔。大人小朋友嚟到都一定好開心，中意慕名嘅粉絲就一定要嚟呢間專門店。超人氣嘅 Pop Mart 亦都喺香港機場開咗分店，必打卡門口嘅 Baby Molly。店內亦都有一個香港機場限定嘅 Molly， 大家喺起飛之前一定要同呢個限量版嘅 Molly 打卡。鋪頭入邊亦都推出咗好多聖誕嘅新款式。曲奇四重奏就專門售賣蝴蝶酥產品。呢度仲有間精品店，入邊仲有一個超可愛嘅芒果妹同埋唔同嘅 postcard 俾大家購買。行完街就夠鐘上飛機啦。晴晴都喺飛機上記錄咗好靚嘅天空，尤其是喺天空中見到藍天白雲，真係好靚啊！話咁快就嚟到韓國仁川機場啦，推介大家去搭機場巴士，方便又舒服就到酒店啦。今次會搭6015機場巴士，喺月之路二街就會到酒店。今次為大家推介位於明洞嘅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酒店。呢間酒店喺2020年開幕，交通十分方便，喺月之路二街機場巴士站行幾步路就會到酒店門口。酒店嘅地理位置亦都非常之好，就係位於月之路3街12號出口嘅地鐵站對面，仲有扶手電梯㗎。酒店3點鐘之後就可以 check in， 去到 F 層就嚟到 reception 同埋酒店大堂。聖誕節亦都擺放咗一個好靚嘅聖誕樹俾大家打卡，仲有啲士兵做裝飾。呢度都有部 Wow Pass 俾大家入錢。check in 完就可以上房間啦，走廊位置都好寬敞，拎住酒店房卡就可以拍卡入房㗎啦。今次就訂咗一張雙人床嘅房間，面積大概23平方米，床頭兩邊都有床頭櫃。酒店都有提供杯、雪櫃、熱水壺俾住客使用㗎。衣櫃方面就有夾萬、衣架、浴袍、鞋抽。洗手間都非常乾淨企理，浴室就採用企缸嘅設計。房間就係城市景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鍾意晴晴嘅影片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